麥拿倫呢款車係咧，其實喺市場上嘅有幾款系列啊，價錢都比較平㗎，幾廿萬已經有一台啦，係好多人想入手超跑嘅一個好好嘅選擇啊。但係往往咧佢嘅零件價錢啊都比較貴啊，其他嘅跑車咧產量高，所以咧佢零件都比較平，但係呢啲麥拿倫咧全部零件咧都係專為呢一款車而做啊，所以咧價錢喺市場上咧比較昂貴，好似一個水泵漏水咁簡單，可能廠都報你幾萬蚊啊。當然喺我哋出邊就唔抵啊，但係換個水泵嘅時候咧要留意下對面嘅冷氣泵啊，因為呢個車嘅設計咧。冷氣泵嘅呢個輪咧，同佢對住咧，係靠呢個水泵傳送動力過去冷氣泵度嘅。但係往往呢個輪咧，就好似視頻入邊一樣咁，產生好大嘅虛位啊！俾入邊個齒打到入邊好大嘅虛位啊！如果換冷氣泵嘅時候冇留意咧，行車嘅時候一樣會咔咔聲響啊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呢個啊！咁我哋嘅做法就係點咧？拉去加工廠重新加工啊，做過一道瓦啦，鑲嵌翻落去咧，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啊！所以少少嘅改動咧，又可以幫客戶慳咗一個大嘅錢啊！所以我哋公司一直喺以收代換形式幫客戶咧，一直慳咗唔少嘅錢啊！如果身邊嘅朋友啊，麥拿倫有相同嘅換水泵，又遇到相同嘅響聲嘅情況，可以轉發俾你朋友啊！